好，博士，星期六啦，又翻嚟啦喎。哇！冇講幾個禮拜。成一個月啦。有冇啊？有啊，有啊。好。成個月啦咩？有啊。哦，咁有咩新聞啊？好亂咯，而家世界。好亂，日日都咁亂。講下美國先啦。唔好俾佢影佢。講下美國先啦。係美國有咩新聞？應該今日都好亂下喎，已經嗱，你已經加利福尼亞就California，跟住又洛杉磯，有個部咩戒嚴係嘛？戒嚴。咪啊，都幾有秩序啊！政府做得幾好啊！邊一邊啊？州定係聯邦啊？聯邦政府好啦，州政府而家佢哋配合，嚇，變咗佢哋又都叫做幾穩定啦。即係而家佢哋盡量清洗咗嗰啲程序啫嘛。啱啱先冇咩特別大嘅問題啦。嚇，而家好似好啲，而家好似好啲。係啊。咩事㗎？咁同係你一個社會，佢要重整一啲秩序清理咧，梗有呢啲係好輕騎㗎啦。不過有好多人都係讚支持特朗普喎，因為移民嘅問題，即係嗰啲黑工問題，即係嗰啲唔係支持個人嘅事，係你個國家有一個秩序同埋一個規範㗎嘛。你如果你一走歪咗，你唔教翻正咧，就會有第二啲大問題出現。咁但嗰個係內部咧好多矛盾嘅。係啊。好多矛盾咧就外邊人唔知嘅。佢哋涉及一個好龐大嘅，有特別嗰啲民主黨啊，利用呢啲咁嘅卡拉位咧，好多人係借呢啲咁嘅漏洞咧係揾錢嘅。每個社會都有嘅，香港有，大陸有，咩國家都有。因為你面對嗰啲而家啲人性就比較低劣啲啊嘛，咁啊但係當然啦，有好多人就希望美國內亂啦，但美國內亂對個世界係咪有益咧？係咯，係咪？係咯，每一個國家內亂對個世界都影響好大嘅。好似今晚係今日定係我哋時間閱兵係嘛？夜晚就放煙花，應該係今日啊，應該今日。而家目前就能夠獨善其身嘅做好自己工作啦。係咯，嗰啲都咁啊！嗰啲年輕人嘅最緊要保持真直啦。同埋真係要恢復啲傳統嘅思想啦，積谷防饑。我都係咁同人講。積谷防饑，我都係同人咁講。積谷防饑。因為香港都好多吉鋪啊，全條一條街都好多吉鋪，經濟真係唔係幾好。唔好啊！自己攞嚟嘅香港。咁啊，乜嘢原因咧？大家自己透過好多網上消息都睇知道啦，係啦。但係我都係同佢哋講話，嗱，呢個就係你有冇積谷防饑嘅問題。因為香港係唔係幾識利用中國嘅背景啊。識利用咧就好好世界。係啦，係啦。唔識利用。我都贊成。識運用啊。我都贊成。即係應該做嘅嘢冇做。你就係最簡單㗎嘛，你搞啲環保膠袋。唔係咁嘅時候，唔係咁嘅嘢，又唔係有咁嘅能力去做咁嘅搞，咁啊唔見咗筆錢啦，整啲膠袋又唔成，又賣唔到味，係啊，單嘢爛味，又搞咁多錢，口噏噏咁你就整個大預報告咁就使咗唔知幾多10億8億嘅顧問費，又係冇做到嘢出嚟，又係吹咗水，係咪？係。你而家你搞完嗰個啟德咩嘢遊樂場乜體育館咁今日擺喺度。有演唱會嘅，有 show。你大佬你咪日日有噶嘛？有 show。係嘛？你都冇啊！你睇一個城市嘅經濟唔係話靠一單嘢可以頂到。係，即係整體嘅帶動咯。唔係一單嘢咁簡單嘅。你油麻地賣冇，你日日可以賣到冇咩？一落雨你冇得賣啦。好多嘢衝擊你噶嘛。所以你做啲，所以點解我話我哋以前喺中國？你中國搞嗰啲草藥嘅植物，搞好自己糧食改良，話你自己，如果我哋中國大陸搞到學台灣啊、日本水果咁優質嘅話咧，你想窮都難啦。話中東冇水果賣㗎嘛，你就燒晒成個中東啊，你發達啦，啲靚水果係咪？其實中國係好強項嘅，只不過啲人高高騖遠咯。
冇發揮到個長處啊！你係搞掂咗荔枝啊，可以空運全世界賣到啊，你都發達。而家你睇下中國最近貼晒啲圖出嚟啲西瓜個性啊，多咗。哇！啲人都傻傻地嘅，真係一學眼嚟，睇完一學眼。太多啊！冇嗰直情嗰個管理文化冇啊，一窩蜂去種。係。即係佢見咩揾到錢啊，一窩蜂去種。有啲先進國家唔俾㗎嘛，你種任何植物咧都要批准咗先種，就驚住你過咗龍咧。大家傷雙輸啊！種過又傷，社會又傷，浪費咗資源。好嘅，進步中啦，進步中啦，發展中啦，包容啦，係咪？有進步嘅，完全冇又唔係。仲有啲咩新聞啊？以色列啊，講緊佢咁好打啊，打埋伊朗，連佢都打埋。佢唔打唔得嘅。佢真係要搏命喎。佢要打嘅最大理由，因為伊朗佢哋收到情報咧。佢哋嗰個由235嘅技術咧已經係成熟咗，隨時可以就做到核彈。所以一個以色列先發制人，但係原本應該打伊朗咧係應該係美國帶頭先嘛，但係美國好聰明，有人佢哋種默契啦，等以色列行先，就唔係我發動戰爭。我有以色列行先，而家美國咧單尾啦，係嘛？佢支持佢喎，佢公開講啊，佢特登係咁樣安排啊嘛。講咗話佢支持佢，佢支持以前支持啦，支持好多嗰啲太空戰術啊，同埋啲情報啊，所以個以色列好精準嘅。我哋啱啱個影片掟咗出嚟俾人，我一陣我會貼翻上去。哇！佢打嗰啲烏克蘭打嗰啲俄羅斯嗰坦克車，打遊戲機咁啊，下準啊！睇見你真係犀利。俄羅斯打烏克蘭。烏克蘭打俄羅斯。烏克蘭打俄羅斯。我喺度貼翻視頻，我會跟佢做貼。好似打遊戲機咁啊！而家嗰啲戰術。而家如果咁嘅環境咧，就伊朗咧會冚牌㗎啦。因為俄羅斯唔幫手。俄羅斯冇人去幫手。咪係咯，自己都。中國就揾把口幫咯，還咁中幫。呢個幾兄弟嘅集團。中俄呢朝鮮，你咁樣搞法，你中國政府點樣公開幫伊朗咧？你一公開幫，你咪捲入去咯。佢冇啊，用啲中國內部嘅經濟都咁樣。係咯。就算唔弱都幫唔過啦。係啊。世界有冇公道喺度㗎嘛？咁啊。你知世界成個中亞嘅地區都係不嬲都伊朗搞震，搞到動亂㗎嘛。以色列佢係有佢嘅理由，佢攞嗰個中東嘅永久和平咧，需要採佢啲人。咁同埋伊朗嗰啲現在嘅嗰啲政權咧，唔值得我哋尊重。係。窮奢極侈㗎。啲人啊窮，佢攞晒啲資源。特別嗰包頭佬神權嘅國家嗰啲。好黑暗。咁上帝旨意嚟嘅，佢哋嘅宗教信仰嘛，嗰啲上帝嘅事嚟嘅，咁我哋咪靜觀其變咯。咁但係講一句係好不幸咧，就係印度架飛機咯。嗰個係啊。哇！無端端死咗成200人。200幾人係啊，鏟咗落去個宿舍嗰度。好奇怪啦，你。波音點解會搞到咁瀨氣咧？睇啲資料，係咯，好多嘢好瀨氣，好乸西咯。嗰啲而家出啲飛機，咁第時坐飛機都真係要揀擇下。我睇嗰個新聞咧，佢咪個飛機失事鏟咗落去嗰個讀醫科生嗰個宿舍嘅，跟住都諗起嗰個三傻嗰個電影，嗰啲最讀書最叻嗰啲考得最好嗰啲就係呢啲醫科生，係嘛？跟住如果你又鏟咗落去。哇！死幾多人？得一個唔死嘅細嗰個。唔知咩11行 A 嗰個人啊？係啊，11行 A 嗰個人。嗰個真係神蹟嚟嘅。神蹟啊！神蹟嚟。咁世界咁動亂，咁祝大家自己自求多福。自求多福啦，咁多做好事啊！今日。咁又係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人。一善擋百災。真嘅喺呢啲亂世中。真係亂世啊！一善擋百災，好，係咁先。好，拜拜。